北海道直送王者回轉壽司，200% 大滿足。今次你介紹間位於池袋東武上11樓，就收檔都仲排緊，北海道御三家之一，等待只因渴求。大概等咗1個鐘左右，環境都舒服有格調，價錢由143 yen 起，90分鐘制。唔知食咩嘅話就撳中間個本日推薦，全部有圖有價錢啊！勁大塊魚生，哇！真係睇到都流晒口水。極盛比目魚邊，成座山咁，邪惡的笑容，試先，勁彈牙爆油脂，塊魚生真係勁長，抵食夾大件。幾大都食多幾嚿啊！正des，推薦呢個蜆汁，啲蜆勁大隻，真材實料，日本小姐姐試食，睇佢個樣就知。胡米，最後梗係要叫埋甜品，黑芝麻栗子蛋糕，呢個有驚喜，勁濃芝麻味，2個人一共食咗18碟，加埋7500 yen 左右。唔一定係最平，但呢個價錢勁滿足。托利通，下次再見。